弟兄姊妹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今日會同大家講到呢一個星期嘅妥拉讀經篇呢，就係呢個嘅第32篇嘅山上篇，同埋咧第33篇嘅我律篇。咁猶太人呢，佢哋會喺呢一個嘅安息日呢，通常呢就會將呢兩篇嘅妥拉讀經篇呢一齊咧咁樣去誦讀。咁呢個嘅山上篇嘅經文嘅篇幅呢，就係利未記第25章第1節到26章第2節，而呢個我律篇呢，就由利未記第26章嘅第3節到27章第34節。咁即係話呢一個星期嘅妥拉讀經篇嘅經文呢，就會係利未記第25、26同埋咧第27章。咁山上篇嘅希伯來文呢，就係巴哈，佢意思就係在山上，就係咧從呢個嘅第25章第1節嗰度嚟嘅。耶和華在西奈山對摩西說，而我律篇嘅希伯來文呢，就係 Bahukatai， 意思呢就係在我的律例中。咁樣呢，就係從利未記第26章第3節嗰度話，你們若遵行我嘅律例，謹守我嘅誡命。好，跟住落嚟呢，就講下山上篇同埋咧我律篇嘅裏面咧主要嘅內容。喺利未記第25章呢，就係講到關於呢個嘅安息年啦、禧年啦，同埋咧呢個一啲嘅贖回嘅條例，包括贖回呢個土地啊、贖回呢個嘅房屋啊，甚至乎咧以色列人咧，即係如果佢係即係賣咗作為奴隸嘅話咧，甚至咧就點樣夠贖回翻自己嘅。而利未記第25、第9同埋第10節呢兩節經文咧，就表達咗呢兩章嘅經文嗰個嘅重點啊。經文嗰度話，當年7月初10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第50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嘅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喺第25章第9節嗰度咧，講到話當年嘅7月初10日，呢個嘅當年呢，就係講緊邊一年呢？就係講緊話過咗7個嘅安息年，第49年嘅時候，嗰個嘅7月初10嗰日就要咧大發角聲。禧年咧嘅英文就係 Jubilee， 而 Jubilee 禧年咧嘅希伯來文咧就係 Yoel。咁 Yoel 咧唔單止係有禧年50嘅意思，亦都咧係有羊角嘅意思，即係話 Ram's Horn。所以咧呢個嘅禧年就係號角吹響嘅一年。喺呢個第49年嘅7月10號呢個贖罪日吹響呢個號角嘅時候，就係代表呢個嘅禧年第50年咧嚟到。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年。喺第25章第10節下半節嗰度咧，又講到話，在遍地給一切嘅居民宣告自由。所以禧年嗰個目的咧，就係要話俾以色列人聽，佢哋咧得自由啦。而呢一個嘅自由嗰個希伯來文嗰個嘅字咧，就係有釋放嘅意思，亦都咧有醫治嘅意思。所以呢個嘅禧年咧，就係一個咧得自由嘅一年，得釋放嘅一年，同埋咧得醫治嘅一年。25章第10節嗰度咧，繼續講落去㗎。佢話：這年必為你們嘅禧年，各人要歸自己嘅產業，各歸本家。即係話以色列人喺禧年嗰年嘅時候咧，佢哋要歸自己嘅產業，即係話咧佢哋要贖回翻redeem翻佢哋嘅產業。咁喺各人要歸自己嘅產業裏面，呢個產業呢個字咧係非常之重要。呢個 inheritance， 因為產業呢個嘅字嗰個希伯來文嘅字根咧，就係咧有呢個獲取嘅意思。咁即係話，當以色列人佢哋將會進入去迦南地，要即係趕逐呢個迦南7族，從佢哋啲敵人嘅當中能夠咧奪取到呢啲嘅土地咧。呢個第26章裏面咧多次咧提到神咧同以色列人佢所立嘅約。譬如42章嘅時候，佢話：我就要紀念我與雅各所立嘅約，與以撒所立嘅約，與亞伯拉罕所立嘅約。即係話，當以色列人咧即係大大犯罪得罪神，甚至乎咧將來嘅時候俾神咧趕逐佢哋離開迦南地，但係當佢哋嘅嗰個未受割禮嘅心能夠咧謙卑，亦都服咗嗰個嘅罪孽嘅刑罰之後咧，神會因為
紀念佢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約咧，而咧咁樣嘅去拯救佢哋。利未記第26章咧就講到以色列人，如果佢哋會遵行耶和華同佢哋立嘅盟約當中嗰啲嘅條例嘅話咧，佢哋咧就會經歷到呢個嘅祝福。但係如果佢哋咧唔遵行違背耶和華同佢哋所立嘅呢啲嘅誡命妥拉嘅話咧，佢哋咧就會帶嚟俾自己咧有呢啲嘅咒詛。利未記第27章咧。都係講到呢個贖回嘅條例，就包括咗咧以色列人佢哋還願啦，同埋呢個嘅贖回嘅條例啦，嗰啲分別為聖嘅產業同埋贖回嘅條例啦，同埋咧呢個嘅分別為聖嘅一啲嘅財物，同埋咧贖回嘅條例。講完呢個山上篇同埋我律篇嘅主要內容之後咧，咁而家咧就係講下呢兩篇咧裏面揀一啲咧重點同大家咧分享啦。第一，我哋咧而家已經嚟到利未記話 Yikra 呢卷經卷咧呢卷書嘅最後嘅部分，而喺呢個最後嘅部分呢兩篇嘅妥拉讀經篇咧呢3章嘅經文咧，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工整嘅結構，就係咧第25章同埋27章，即係頭同埋尾呢兩章咧，都係講到關乎呢個贖回嘅條例。而喺佢哋中間第26章咧，就係講到以色列人如果佢哋會遵行神盟約裏面嘅條例咧，佢就會經歷到祝福啦。如果去唔遵行違背神啲盟約裏面嘅條例咧，就會帶嚟呢個嘅咒詛。咁所以咧，我見到呢3章咧嘅經文咧，形成咗一個嘅線形嘅結構啊。25同埋27咧，大家係平衡嘅，係相對嘅。而咧，即係話喺呢個線形嘅結構裏面，利未記第26章咧，就係呢3章聖經呢個結構裏邊咧嗰個嘅中心係最重要嗰部分。咁即係話成個即係利未記裏面嘅內容如果以色列人佢哋唔遵行嘅話，其實咧佢哋就會經歷到呢個嘅咒詛。但係咧佢哋遵行神自己喺利未記裏面所講嘅呢啲嘅妥拉呢啲嘅條例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經歷到呢個嘅祝福。第二就係咧喺利未記第25章第1節嗰度話，耶和華在西奈山對摩西說，在西奈山對摩西說呢句說話咧，喺呢利未記呢3章嘅經文裏面咧都有出現嘅。第二次出現嘅時候咧，就係喺呢個嘅第26章第46節，即係作為呢個第26章嘅總結嘅時候，經文話：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華與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藉着摩西立的。而第三次出現呢，就係喺利未記第27章最尾個節第34節，亦都係全卷利未記完結嘅時候，佢會咁樣講：這就是耶和華在西奈山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嘅命令。所以嚟到而家利未記結束嘅時候咧，神咧就好強調啦，佢所同佢哋講嘅嘢咧，特別呢三章裏面講嘅就話係喺西乃山嗰度，耶和華咧同佢哋講嘅，即係話25至到27章咧，唔係喺摩西同以色列人即係起好咗呢個嘅會幕之後，耶和華同我哋講嘅，而係喺會幕未起好之前，當摩西咧仲喺西乃山上邊嘅時候咧，耶和華已經同佢講咗呢3章裏面嗰個嘅內容。咁而即係摩西咁強調耶和華係同佢西乃山講呢3章嘅內容，咁嗰個意思係咩咧？咁第一個意思咧就係俾我哋即係將聯繫翻啦。而家喺會幕裏面向摩西同埋以色列人顯現呢一個聖潔嘅耶和華咧，其實同佢同即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個咧，同佢哋嘅以色列人嘅先祖立約嘅呢個嘅神咧，其實係同一個嘅神，即係話同佢哋喺西乃山上邊嘅時候咧，神咧同佢哋立呢個約係呢個嘅 covenant， 而立呢個 covenant咧，同佢哋神俾佢哋而家呢個嘅喺利未記裏面呢個嘅妥拉咧呢啲嘅指引典盟約呢個典章咧，其實咧都係係好有關係，
就咧話俾佢聽，其實係同一個嘅神。所以昔日咁樣嘅去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約，引導佢哋以色列嘅祖先嘅神，而家咧亦都係同一個嘅神咧去帶領佢哋。第二個意思咧就係好有設計咁樣將咧利未記同埋呢個民數記咧連接埋一齊。因為而家以色列人佢哋咧仲喺即係呢個嘅西奈嘅曠野嗰度咁佢哋就係呢一年裏面啦領受喺利未記裏面所有嘅啟示，都係呢一年裏面。跟住咧，而民數記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講到以色列人咧，佢哋咧仲係喺呢個嘅西乃山嗰個嘅曠野嗰度。咁所以咧就係將呢兩卷書咧好有設計咁樣將佢哋咧連結埋一齊。而喺呢個連結當中咧，就係咧都話俾我哋聽啦，以色列人佢哋留喺西乃呢個曠野一年嘅時間咧，差唔多完結啦。就快冇幾耐咧，佢哋咧就要起行啦，繼續咧下一個嘅階段。而呢個摩西嘅會幕咧，就係一個移動嘅西乃山，將會咧同以色列人咧一齊喺民數記嗰度咧開始咧下一個嘅旅程嘅階段。第三想講嘅咧就係關於呢個嘅安息年啊。呢個安息年咧其實最基本咧唔係俾以色列人佢哋嘅安息嘅，而係咧俾以色列呢個嘅土地能夠咧安息。喺利未記第25章第2節嗰度話：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哋到咗我所賜你們那地嘅時候，地就要向耶和華守安息。另外第4節話第7年地要守聖安息，就係向耶和華守嘅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所以咧呢個嘅安息年咧係俾呢個嘅地向耶和華咧能夠享受到呢一個嘅安息。就係話當以色列人佢哋喺第7年佢哋唔耕種啦，唔去修理呢個葡萄園嘅時候，藉住佢哋咁做嘅時候咧，就讓以色列嗰個嘅地土咧能夠向耶和華咧守呢個嘅安息經歷到咧呢個嘅撒巴啦。第4咧就要講呢個嘅禧年，呢個咧 Jubilee Year。透過呢個嘅禧年咧，就表達咗呢個贖回同埋咧還原呢兩個嘅觀念。咁而利未記25同埋27章咧，因為大家兩章係相對咁所以變咗喺25同埋27章咧都都表達咗呢個嘅贖回同埋還原呢個嘅主題，成為咗呢兩章咧嘅主題啊。咁而呢個7月初10咧，亦都係贖罪日。咁即係話喺第49年呢個嘅7月10號，即係呢個贖罪日嗰日咧，就要吹響呢個嘅號角聲啊！而且咧仲唔係喺一笪地方吹，要喺以色列遍地咧都要吹響呢個嘅號角聲。意思即係話喺呢個第49年呢個7月初10呢個贖罪日嗰日吹角嘅時候咧，就係代表呢個禧年，就係咧呢個第50年咧就開始。所以咧就只有喺呢個嘅禧年嗰個7月10號嗰贖罪日嗰日咧，先至咧會吹角嘅。而呢個角聲咧就代表咗呢個嘅禧年，就係呢個7月10號咧就開始啦。咁代表住以色列人將要爭戰啦，要打敗呢啲迦南七族啦，奪取啲土地啦。但係如果呢啲嘅土地失去咗嘅話，咁但係神咧都會喺禧年嘅時候，喺呢個第50年咧去預備俾佢哋咧可以贖回翻呢啲咧佢哋曾經即將會咧爭戰而得着但又失去嘅土地咧，神咧都預備咗咧俾佢哋咧能夠咁樣嘅去贖回。喺嗰一年咧就係會咧呢個土地咧都要釋放翻出嚟啦，翻到去呢個即係嗰個嘅田地嗰個嘅原主嘅手當中，係一個咧贖回嘅時間，一個得自由嘅時間，一個得釋放得醫治嘅一個咁嘅禧年。後咧就要講到耶和華咧同以色列人立嘅盟約嘅信實啦。開始嘅時候已經講過，喺呢個咁即係呢三章嘅經文一個咁工整嘅結構嗰度咧，嗰個嘅核心咧就係呢個利未記第26章。再喺第45章嘅時候佢話再講，我卻要為他們嘅緣故紀念我與他們先祖所立嘅約。呢個就係耶和華佢盟約嘅信實。祝福大家。